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2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60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66天。这几天俄罗斯方面从总统普京到总指挥格拉西莫夫他们都宣称俄军100%收复库尔斯克。但是基辅独立报报道，克里姆林宫26日称俄军全面收复库尔斯克州。基辅方面随后驳斥，表示乌军在库尔斯克部分地区持续执行既定的作战任务，而且收获颇丰。昨天这个国际传真社报道佩斯科夫表示，就是这个克里姆林宫的新闻发言人他说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已向普京报告，解放库尔斯克行动已经完成，不过是在一张全新的地图上完成的。乌方随即表示，俄声明与现实不符。乌总参谋部表示乌军在库尔斯克部分地区的防御行动仍在继续，并指出乌军于26日当地击退俄军5次地面攻势，目前仍有一场交火正在进行中。乌总参谋部同时强调目前没有遭到包围的威胁。一名军方消息人士也告诉基辅独立报，基辅方面仍控制着库尔斯克州部分地区，消灭俄罗斯的战略资源。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自库尔斯克行动开始以来，俄军在库尔斯克州损失了近 6.7 万名俄罗斯和北韩士兵。具体来说有 2.52 万俄军士兵永久性损失，也就是死亡3.62 万人轻伤，983人被俘，而北韩军队也损失4500人，这4500都是阵亡战争研究所表示，俄军正在为乌克兰的夏季和秋季攻势准备新的战术。具体来说就是更多使用摩托车。这个俄罗斯据说在全国到处搜罗那些摩托车准备要在乌克兰战场上大显身手要武装一支摩托化步兵这个队伍这个为什么用摩托车呢？这个来弥补俄罗斯的重型装备的不足，以及俄罗斯的这个牲口骡子马这些它的不足，所以只好用摩托车。这个著名的战地记者叫布图索夫他也这个在社交媒体上说普京在库尔斯克问题上公然撒谎。布图索夫指出他说目前戈尔纳尔村处在乌克兰军队控制之下，乌克兰军队还控制着胡耶沃和奥列什尼亚大部分村庄。在别尔格莱德州境内，乌克兰士兵控制着波皮夫卡村。总体而言，俄罗斯联邦境内乌控制区面积约为30平方公里。显然库尔斯克和别尔格莱德地区乌军占领区的肉类抢用将会加剧，以至于前线的情况与普京的言论相符，而他现在又一次看起来像个撒谎的流氓。俄罗斯总参谋部目前没有关于戈尔纳尔驻扎的任何视频。而这个泽连斯基也说我们的部队继续在库尔斯克和别尔格莱德地区指定区域进行积极的防御行动。这个泽连斯基还说总司令谢尔斯基通报了前线局势的最新情况，在水道方面局势依然严峻。仅截至中午，俄已对我方阵地发动70次进攻，战斗仍在继续，占领者继续发动进攻。我感谢所有保卫乌克兰阵地的部队和所有战士，他们展现了我们国家迫切需要的坚韧精神。大部分战斗发生在波克罗夫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莱曼和库尔斯克方向。我军继续在库尔斯克和别尔格莱德地区指定区域积极开展防御措施。乌克兰武装部队27日表示他们袭击乌克兰边境1000多公里之外的俄罗斯无人机生产工厂，目标区域已确认有命中爆炸，袭击对工厂造成的损害正在评估之中。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这次袭击是由乌克兰无人机系统部队与其他军种协调实施的，目标是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叫阿拉布加经济特区的一家工厂。被击中的工厂每天生产大约300架伊朗沙赫的无人机和俄罗斯变体的这个海鹰无人机这次袭击最大突出点是距离远，俄罗斯不敢把工厂建得离边境太近。无人机技术这么发展也就是俄罗斯境内没有安全的地方，俄罗斯的全境都在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覆盖之下。我们再看看这个昨天比较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在罗马的这个教皇方济各的葬礼。在这葬礼上面泽连斯基、特朗普、马克龙、
欧盟的领导人他们之间的互动，这也是个难得的机会啊。昨天咱们节目也说了，泽连斯基自从上一次在这个白宫跟特朗普以及永远健康的万斯发生这个叫互怼吧或者争吵之后这也是第一次或者再一次跟特朗普面对面。首先这个泽连斯基到了这个举办这个葬礼的那个广场也就是那个教皇的那个教堂之后泽连斯基是受到了全场掌声欢迎。他在广场上就已经有很多人给他鼓掌，而且从这个泽连斯基参加的这个他的位置来看，他比特朗普还靠前更像是 C 位也就是说比特朗普更靠近 C 位，这也是个小细节当然有很多人说在这个方济各的葬礼上面，特朗普的衣着是有问题。上一次在白宫对吧，这美国人嫌弃泽连斯基没有穿西服，没有说感谢，不懂感恩。这一回到了罗马才发现谁是真正的不懂礼貌的不是泽连斯基，这一次非常得体，他虽然没有穿西服，但是人家穿的是个深色的衣服，显得这个比较庄重肃穆，而特朗普穿的是一个浅色的西装，蓝色的，打着一个浅色的领带，这个是不适合这个场穿的，这是第一个据说因为他的这个穿着导致这个葬礼的这个举办方对他很有意见。那么在这个参加葬礼的间隙这个主办方也为这个特朗普和泽连斯基的会面做了精心准备，就在那个大厅里面找了一块地方，大家可以看视频这个视频里面有很多细节非常有意思。首先是这个特朗普和泽连斯基两人边走边说，这个时候突然这个入画，马克龙入画之后，先是跟这个泽连斯基两人握手，他那握手的姿势还挺奇怪的，是那种很随意一把抓住，跟泽连斯基说了话，然后跟这个特朗普互动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俩人没握手，两个人乱拍，感觉好像我也不能说这个马克龙不跟特朗普握手我也不能说马克龙跟特朗普有什么意见但是至少说明什么，马克龙和这个泽连斯基两个人可以说叫心有灵犀吧，就是配合的比较好嘛，对吧？不管是握手还好，还是一把抓住，总之也显得这个两个人配合的比较默契。但是马克龙和这个特朗普互动的时候就比较生疏，两个人拍也拍不到一起去，握也握不到一起，对吧？这是一个小细节就能看出来第二个呢，就是他三个人在一起寒暄说话的时候你旁边的工作人员在摆椅子，他是摆了3张椅子，但是最后是特朗普和泽连斯基两个人，对吧？在那儿只有2张椅子，而且这两个人是促膝长谈，这个椅子挨得非常近两个人差不多就是相当于膝盖要挨膝盖了就真是促膝长谈。据说谈了15分钟。我在想恐怕原本马克龙也是要参与的，也就是马克龙代表欧洲，然后乌克兰，然后这个美国3方在一起谈一下，但是后面为什么没让马克龙参加，这个不太好说也很有可能是特朗普想跟泽连斯基直接单独谈，这里面有原因就是我个人分析特朗普是急于要停火，如果你这个时候再拉一个欧洲，比如说马克龙拉一个代表欧洲的进来，就增加了变数谈判就变得更复杂，所以他跟泽连斯基直接谈呢，对吧？直接就对泽连斯基施压，是吧？你到底什么态度？双方事后都说谈得不错，但是我可以肯定不可能谈得不错的，对吧？你说来说去，美国无非就是让泽连斯基投降嘛，对吧？你这克里米亚也不能要了，乌东4个州就让这个俄罗斯占领了，然后就是停火，那不就是相当于让乌克兰认下嘛，对吧？就是无条件投降，那你说乌克兰他能满意吗？但是他又迫于这个现状，迫于这个压力，乌克兰他也不能，至少不能跟特朗普再一次闹翻呢。你这回是在这个葬礼上面再闹翻再吵架，不太好。所以说他说双方会后都说谈得不错。我想这里面有一些这个礼貌的成分在里，也有一些这个乌克兰就是忍了，走一步看一步，对吧？同意无条件停火，先停火领土到时候再谈，什么克里米亚你美国人承认，反正我乌克兰我不承认，大概这么个思路所以从这个特朗普和泽连斯基促膝长谈这种视频也能看出一些细节。这个会后马克龙和泽连斯基两个人又单独在那个花园里面聊了很长时间。后来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做好了无条件停火的准备，也就是说这个马克龙也认可。然后这个泽连斯基又跟这个波兰的总统两个人又单独聊了很长时间，然后又会见了这个欧盟的主席冯德莱恩。所以整个的这个葬礼这个泽连斯基恐怕是最忙。然后这个泽连斯基还与这个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进行了会晤，讨论安全保障和继续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
会议期间啊，泽连斯基向梅洛尼简要介绍了4月23日至24日晚上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导弹，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泽连斯基还说啊，46天前乌克兰同意全面无条件停火，但46天来，俄罗斯一直在杀害乌克兰人。这个梅洛尼也说啊，他对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在教皇方济各葬礼前在圣彼得大教堂的会晤感到满意。意大利支持乌克兰实现持久公正的和平。这个特朗普随后啊，他在他这个真相社交媒体上，他又发了一段文字啊，他这个文字也挺有意思啊，他还质疑普京啊结束战争的意愿，也就是他是觉得普京啊，你不想结束战争，你是在利用我。就在这个特朗普质疑完之后啊，这个俄罗斯向乌克兰又发射了150架沙河的无人机进行轰炸，相当于给特朗普一个回应啊，确实我就是想利用你。所以这个4月27号，特朗普啊，他又威胁啊，对俄罗斯的银行业实施制裁，称俄罗斯没有理由攻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没有理由在过去几天发射导弹，这让我认为我们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通过银行制裁或2级制裁。但是在普京啊和这个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的会谈中啊，普京说啊，俄罗斯准备在不设任何先决条件情况下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他这个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啊，对特朗普来说，普京这个表态不够有诚意。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后来发火的原因啊。说要进行对这个俄罗斯的银行呀2级制裁，因为这个普京啊，他说不设任何先决条件的这种这个谈判呢，他并不是停火，而特朗普要求的是停火。泽连斯基也说了，他是无条件停火，先停火再谈判。而普京呢，耍了个心眼，不设任何条件的谈判，也就是这边先打着边谈，所以这个特朗普恐怕受不了。所以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啊，这样说啊，他说下周将是决定特朗普是否退出俄乌和谈的关键时期，同时表示他们已经很接近俄乌停火目标，但是还不够接近。这个卢比奥说的话这真是矛盾重重啊，也就是他既看到了停火的希望，你看至少泽连斯基这边是忍了，愿意无条件停火，先停火再谈。这个不管怎么说，他是符合特朗普的要求，对吧？特朗普现在无非就是逼泽连斯基，你能不能先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承认现状？那泽连斯基不同意，但是泽连斯基同意停火啊，这就是一个进步。那现在就差普京这边了啊！你要普京如果愿意停火，那这停火不就达成了吗？所以说这个卢比奥啊就比较矛盾啊，他说现在双方无限接近这个停火，但是啊还不够。那我觉得他的言下之意就是普京啊该普京表态了。然后这个卢比奥说了，就下周啊，也就是本周，如果达不成这个停火，那特朗普就不管了，美国真正的退出这个俄乌和谈。当然了，这个特朗普他是一天3变，对吧？这是天天变，他到时候不退出你也没招啊。他昨天不对记者说了吗？记者说你不说啊1周之内停火吗？然后特朗普说我那是夸张的说法。整个的就特朗普对他说的话，他没有心理负担，对吧？人家说叫一口唾沫一个钉呐，对吧？言必行，行必果。特朗普他没这个机会啊，他随便呐，所以说他说什么都不重要，你还是看他怎么做。但是这个欧盟可是实打实的对俄罗斯下手啊，下死手啊。这个泽连斯基说啊，他说欧盟第17项制裁方案准备工作备受关注，就是我记得上个月才实施第16项这个制裁嘛，欧盟啊第17项啊制裁方案已经在准备了。至关重要的是，该方案将针对俄罗斯经济的关键领域，并成为向俄罗斯施压，促使其恢复和平的要素之一。泽连斯基说啊，我们珍视欧盟的支持，我们将携手努力，保障人民安全，实现公正和平，并维护乌克兰在欧洲的未来。不光欧盟在下手啊，这个美国实际上也在下手。这个参议员格雷厄姆啊，他说我感谢特朗普和他的团队为公平体面的结束普京在乌克兰的残酷战争所做的努力。他说我已经与60位共同提案人共同提出了一项2党法案，他是联合民主党啊一些议员提的，他是跨党派这个议案。什么议案呢？说将对任何购买俄罗斯石油、天然气、油或商品的国家征收2级关税。如果俄罗斯拒绝公正持久的和平，参议院已准备好采取行动。你看看啊，美国也准备对俄罗斯制裁了，这是格雷厄姆说的啊，这是2级制裁啊，那可叫狠了啊！谁要跟俄罗斯做生意，谁就被制裁。所以总体上啊，我觉得俄乌的这个和平会谈恐怕马上就要到来，很快，对吧？但是这个过程一定
定是比较复杂的。停火，停完之后接着打，打完接着停，对吧？打停，这个恐怕也是预料之中啊。在沙特谈的，对吧？空中停火，对这个能源设施停火，黑海停火，不就谈了个寂寞吗？不是双方打得更欢了。乌克兰的这个前外交部部长库列巴说他说我们距离结束战争的真正谈判还很远。他说我们现在处境和去年秋天一样。然后他补充说特朗普不会站在乌克兰。那言下之意就是乌克兰现在愿意无条件停火，那也是权宜之计对吧？先稳一下，毕竟欧洲对吧还没做好准备。根据德国媒体报道他说乌克兰正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最坏的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美国停止提供支持。我们理解成乌克兰泽连斯基他现在只能是捏着鼻子跟特朗普跟普京打交道，要周旋，要拖延时间。这个英国的前首相约翰逊他在剑桥论坛上说爆粗口了这个约翰逊说支持侵略者祖上有土匪。在剑桥论坛，约翰逊的发言犹如一颗重磅炸弹。这个约翰逊直言说支持侵略者的人祖上3代必有土匪。此言一出传唱哗然，这就直接问祖宗18代了，对吧？作为英国的前首相，对吧？直接就开始开骂。所以作为这个自媒体博主，对吧？有时候骂人也很正常。最近这个俄罗斯人呢为一款武器现在是惶惶不可终日非常紧张。什么武器呢？就是德国的金牛座。关于德国的金牛座，现在也是扑朔迷离就这个德国的后任总理梅尔茨说他马上要把金牛座提供给乌克兰，甚至有媒体说这个金牛座已经到达乌克兰了。这都是各种报道传言都有。但是也有媒体说对吧？说因为金牛座上用了美国的技术，所以特朗普不允许德国把金牛座援助给乌克兰。这也有这种说法。但不管这个金牛座现在有没有到乌克兰，到底什么个状态，但是俄罗斯人的紧张那是实实在在的。俄罗斯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警告德国如果把金牛座给乌克兰，那就是德国参战，后果极其严重。大家也知道这海马斯也到了乌克兰，陆军战术导弹也到了乌克兰，暴风阴影、斯卡普这些武器都能打300公里也是精确制导。为什么这些武器到了乌克兰，这俄罗斯人好像警告就算了？为什么对一个金牛座这么如临大敌我今天在网上看了一个 UP 主他说的比较详细，德国的金牛座导弹对俄罗斯来说意味着什么？大家看视频大俄又画了一条红线，不对，是又画了一条红线。这次不是对美国，也不是对北约，而是德国。如果德国交给乌克兰金牛座导弹，那么将视为德国的直接参战。一款导弹有这么要紧吗？但它背后牵扯的可能是整个战局的根本性变化。这期视频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导弹背后的棋局。为什么金牛座让大地睡不着觉？为什么乌克兰敢对美国说不？英国、德国出手的背后，欧洲将迎来什么样的变局？听到最后你就会明白，大俄怕的根本不是导弹，而是这场战争的主角正在悄悄的换人。金牛座导弹德国制造，射程500公里。你可能会说，不就是比海马斯远一点吗？错了，关键在于2个字：精准。这是一种发射后自动导航的地形匹配导弹，就是不需要 GPS， 瞄准定位，低空突防，一发就可以打到机场、军火库、克里米亚大桥。金牛座部署就意味着不是战壕被炸，是大俄后方彻底没有了安全感，也就意味着乌克兰能够精准打击俄军的后勤线，摧毁远程指挥中心，直接动摇俄军战争的支撑体系。这就是大俄反复强调红线的原因，这不是战术的改变，是战略的崩盘。这让川同学让乌克兰认输的策略可能根本无法实施。当然泽连斯基也没法接受，他清楚美国是大国，但川同学不是可靠的盟友。那欧洲能不能完全团结起来呢？英国给出了最直接的答案，提供风暴阴影导弹，支持乌克兰攻击俄军的纵深。翻译一下，管他川普怎么看，我们先打再说。德国一开始还在犹豫，但金牛座这事把德国逼到了墙角。乌克兰民间、波兰政府甚至德国军方都在向政府施压，如果不交付金牛座，那你等于把欧洲的未来交给了大地。所以说这不是一场军援，这是一场政治的投票。欧洲到底要不要有自己的安全决定权？大俄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呢？那就是拖美国内乱，欧洲分裂，然后趁机找个机会体面停火。但他没想到，美国虽然开始摇摆，欧洲却在硬起来。英国不怕事，波兰准备干，波罗的海国家早就把导弹架在了边境线。德国一旦迈出这一步，欧洲安全的版图也将彻底的变天。而乌克兰作为欧洲的一道前线的屏障，欧洲似乎别无选择。这才是大帝真正怕的，不是哪一枚导弹，而是他的战争逻辑被整个欧洲联合打破。现在只是一个转折点，
川普想收手，泽连斯基不愿屈服，美国的领导力在衰退，欧洲的战略意志却在缓慢的回归。金牛座导弹只是个开端，真正的分水岭是什么呢？是乌克兰正在走出美国的阴影，重新成为欧洲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这场战争其实也正在进入所谓的后美国阶段。普大帝以为赢了美国，但他错了，他激活的是一个真正开始清醒的金牛座欧洲。我觉得这个 UP 主说的很对啊，我在以前节目也说过了，金牛座导弹，对吧？作为一款武器，实际上我认为它改变不了战场的态势。它就是把克里米亚大桥炸掉了，又能怎么样，对吧？作为一款武器啊，但是啊，你德国如果把金牛座给了乌克兰，这就是一个态度，这就是一个风向标，对吧？这就表示着事情发生了变化。这个 UP 主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对吧？这个金牛座实际上是改变俄乌战争的局势，加速欧洲命运共同体形成，对吧？就欧洲更快的要在缺少美国的保护之下，欧洲要武装起来，使欧洲成为战略中心和意志的这个改变，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对吧？你德国只要敢把金牛座给乌克兰，实际上又是打开了一扇大门，那就是英国、法国恐怕有更远的武器要提供给乌克兰，甚至保不齐要从美国买那个战斧导弹援助乌克兰，实际上就是把这个美西方的这个更大的武器库大门给打开了，对吧？以前给的都是陆军的那些武器，这美西方陆军的武器就少，本来种类也少，技术也不是最高，后来才给了一些什么暴风阴影导弹，什么反辐射哈姆反辐射导弹，这个数量还是有限的。你金牛座一来，恐怕这个西方的真正的这个空战武器那个仓库大门就打开了，那里面东西应有尽有啊。你说俄罗斯它能吃得消吗？荷兰宣布已向乌克兰空军转让一批 F-16 战斗机，荷兰、丹麦和挪威一起承诺向乌克兰提供65架 F-16 战斗机，其中24架来自荷兰空军。那我们就看看这个星期吧，看看普京又怎么糊弄怎么周旋，怎么这个骗特朗普。特朗普似乎有所察觉特朗普已经说了我的忍耐有限。特朗普已经怀疑普京在利用。那么美国是退出斡旋，还是对吧？对普京对俄罗斯进行2级制裁，还是采取其他措施？我们进一步关注这回特朗普你挑毛病，对吧？你挑不出乌克兰的毛病，人家泽连斯基说了无条件停火。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